为了减轻家庭照顾者的负担，卫生福利部推出家庭照顾者关怀专线。伫过去8档计共收56000多通咨询的电话。去年是以怨叹照顾的压力电话这款电话上济占4成2。50多岁王女士是厝内上细汉查某囝，阁无结婚，照顾年老爸母的责任都落伫伊身上，而且一顾就是30年。有一摆家己得到流感，破病无爽快，加上袂堪你长期照顾的压力，竟然情绪失控，捌想要拍妈妈，好佳在下晡走出门冷静，才避免发生长照悲剧。我那时候就是真的就是差点拿衣架，或者是看到电风扇就很想踢过去。其实类似这款的案例常听到。卫福部上新调查显示，家庭照顾者关怀专线来电咨询心理问题，头一摆超过主管问题，其中过去倾诉照顾者压力是上悬，占4成2，其次是甲被照顾者沟通困难占2成1，甲其他家庭沟通困难占1成9。我们男性照顾者已经高达4成5的比例。那男性照顾者，其实我们更担心男性照顾者不会3不5时找好朋友去喝咖啡聊是非，对不对？他更可能独揽一个照顾责任。家庭照顾者的这个据点，我们现在目前截至这一个6月，我们总共有131个据点。好，那我们未来会逐步的再来推动这样的一个据点。卫福部提醒，民众好斗观念甲家庭责任影响，多数认为照顾家庭是家己的代志，所以呼吁家庭照顾者多关注家己的身心健康。除了1966长照专线，也会当卡家庭照顾者关怀专线，会有专业人员，互照顾者情绪支持，也陪伴照顾者找回家己的生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